老实真的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没有经过他不敢说，然后连那个结果要不要说都事先先这个问我可不可以讲，说因为去日月潭那个岛有2个庙，一个玄光寺，一个文武庙，他去的时候那一些神明竟然起来跟他打招呼，还保护他出来那个日月潭的那个游湖，那个文武庙的关圣帝君更派那个兵将这个保护他回到台南，很不可思议然后隔天早上那个关圣帝君下一道指令，叫他们唔免回去啦，唔免回去文武庙，踮遐解决代志。各位知道吗？就是那个后天庙要抓那个陈文旭去当鸡头，陈文旭不肯他不肯，那个庙就找他麻烦，有没有？然后使他的女儿，使他儿子这个眼睛跟牙齿都出问题。为什么会知道？第二组在讲，让他听到，让他知道，也就是这样。然后那个关圣帝君就要他的兵将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。有来的话，我们还可以问说，怎么解决好？还是下来。